灣區揾筍樓 ，Rocky 幫你手。Rocky 咧今日就嚟到我哋中山嘅小香港之稱嘅神灣區。咁我身後呢個屋苑咧，相信大家非常之熟悉啊。中山嘅雅居樂星譽啦，呢個樓盤咧，號稱我哋香港人入住率最高嘅神灣樓盤啊。講緊以前高峰期咧，都需要萬零蚊一平方啊，而家咧5866蚊嘅價錢咧，就可以成為我哋尊貴嘅雅居樂業主啊，兼且係現樓現證啊。睇到未？屋苑嘅正前方咧就係我哋神灣大道，行前啲咧就係中山神灣嘅政府啦，以及我哋公建嘅配套非常之齊全噶，3分鐘嘅車程咧就可以上到我哋西環高速。前邊咧就係我哋神灣街市啦，配套咧係相當之齊全噶。嗱，今次咧我哋9座10座咧仲有一個優惠嘅促銷活動啊，送你10年嘅一個車位使用權啦。事不宜遲，同我 Rocky 去到小區園林同示範單位去望一望。入到屋苑咧就係非常之清幽啊，大家可以望一望啦，係一個低密度嘅舒適屋苑啊。出到門口咧就係一個繁華嘅交通便利，講緊咧碼頭以及我哋一個中港車嘅交通都係相當之便利噶。首期5萬咧就可以成為呢個單位嘅尊貴雅居樂業主啊！嚟過嚟望一望，87平方做到3房嘅一個開間，望一望呢個咧就係成一面嘅蟹櫃，跟住咧 L 型嘅一個大嘅廚房單位咧係一個明窗嘅，客餐廳咧都係非常之開揚噶，兼且咧佢係封咗一個落地玻璃嘅設計咧，就拉開咗呢個光線啦。前方咧係望到我哋內園嘅景觀以及山景嘅。入到休息區，同大家講翻啦，3個房間都唔細啊。呢邊咧係我哋一個送一半面積嘅陽光花園房啦。洗手間咧係做到一個3開間嘅乾濕分離啊。呢邊咧都係我哋一個長輩房，光線同樣都係唔錯噶。呢邊咧就係我哋一個擺到尾巴大廠嘅一個主人房啦。衣櫃、床、飄台應有盡有啊，無坯裝修任君選擇啦。嗱，今次咧我哋雅居樂星譽做一個清盤嘅活動咧，相當之好玩嘅。咁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即刻聯絡 Rocky，現場帶大家過嚟實地睇樓。咁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